园林西里复兴宫举办中原普渡，啊，讲等法会结束了后，会甲信众寄付的2000余元的这个普渡的物资分送给弱势单位，来发扬着太平马慈悲关怀的精神。中原普渡是台湾民俗大盛事，西里镇复兴宫大普渡今年数量阁增加2成左右，庙埕头前大路才正摆地桌啊，画面看起来真壮观。我相信无非大家都希望在疫情之后那利用这个中原普渡，希望我们的7月就是一个平安月，就是一个吉祥月。除了用心准备丰富奖品来拜好兄弟，庙方也伫咧良辰吉时举办祈福法会。现场嘛有来真侪中官贵宾，只为祈求西里地方平安。这物资要甲捐予一寡这较弱势团体，咱2000几元的马仔陆续会甲捐出。另外有一寡信徒所捐的普渡奖品，卖等待法会结束，由庙方代表分送予各地社福机构和弱势团体，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